呢個係動態身體掃描練習，你可以揾一個舒適嘅地方，等自己好舒服咁樣瞓低落嚟，輕輕嘅合埋對眼，等你嘅背部貼住張床或者係軟墊，雙腳平放分開，手臂好自然咁樣放喺身邊，身體掃描就好似一次身體旅行一樣，過程之中，請你帶住關心，留意住成個身體，唔理係觀察到鍾意嘅感覺，抑或係唔鍾意嘅感覺，都可以一一嘅去留意，去覺察。而喺過程入面，分咗心係好自然嘅事，唔需要去怪責自己。每當你留意到自己分咗心，只需要慢慢嘅將注意力帶返去身體嘅感覺就可以㗎喇。而家請你留心聽住鐘聲，直到佢完全消失為止。而家你可以觀察一下身體瞓喺度嘅感覺，由雙腳去到背部、手臂同埋頭部，慢慢嘅將注意力放喺呼吸嗰度，留心空氣進入身體，留心空氣離開身體。喜歡嘅話，你可以嘗試感受一下，吸氣嘅時候，個肚會慢慢嘅脹起；呼氣嘅時候，個肚會慢慢嘅縮返起嚟。帶住呢一份好奇心，觀察自然嘅呼吸，一吸一呼。而家，請你將注意力帶到去雙腳，伸展一下雙腳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後鬆開，帶住一份好奇心，觀察住雙腳嘅變化。再嚟一次，伸展雙腳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後鬆開。呢一刻，雙腳嘅感覺係點樣嘅呢？而家可以將注意力帶到去背部，收緊背部嘅肌肉，拱起背部，一、
2、3，然後慢慢鬆開背部。呢一刻，背部有乜嘢嘅感覺呢？再嚟多一次，收緊背部嘅肌肉，拱起背部，數1、2、3，然後慢慢嘅鬆開。背部嘅感覺有一啲乜嘢嘅變化呢？而家將注意力帶去個肚嗰度，深深咁吸一口氣，感受到成個肚好似氣球一樣咁樣脹起嚟，維持住3秒，1、2、3，然後輕輕咁呼氣。跟住繼續自然嘅呼吸。而家個肚嘅感覺係點嘅呢？再嚟多一次，深深咁吸一啖氣，個肚脹起嚟，數1、2、3，然後慢慢嘅呼氣。呢一刻，個肚嘅感覺有冇啲乜嘢變化呢？好啦，而家我哋可以將注意力帶到去心口，深深嘅吸一啖氣，感受心口脹起嚟，維持住3秒，數1、2、3，然後嘅慢慢呼氣，跟住嘗試自然嘅呼吸。心口而家呢一刻嘅感覺係點樣嘅呢？再嚟一次，深深嘅吸一啖氣，感受一下心口脹起嚟，維持3秒，數1、2、3，然後慢慢嘅呼氣。心口嘅感覺有冇啲乜嘢嘅變化呢？而家我哋將注意力送到去雙手啦，請你握緊你嘅拳頭，手臂嘅肌肉都嘗試收緊晒，1、2、3，然後鬆開手臂。呢一刻，雙手有啲乜嘢嘅感覺呢？我哋再做多一次，握緊拳頭，收緊手臂嘅肌肉，數1、2、3，然後鬆開。雙手嘅感覺有啲乜嘢嘅變化呢？而家
請注意力帶到去成塊面度啦，用力皺起你嘅五官，拉緊晒面部嘅肌肉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後完全放鬆。呢一刻，成塊面有啲乜嘢嘅感覺呢？再嚟一次，皺起面部嘅肌肉，拉緊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後慢慢放鬆。成塊面嘅感覺有啲乜嘢嘅變化呢？最後，試下觀察下成個身體嘅感覺，唔使再分邊一個部分，就咁好自然嘅瞓喺度，留意住自然嘅呼吸，呼吸嘅節奏同埋成個身體。好快，我哋就完成咗今日嘅練習啦！恭喜一下自己。等鐘聲響起嘅時候，你可以繼續觀察住佢，到鐘聲完全消失之後，你就可以慢慢咁打翻開雙眼啦。